早晨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初5台起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节目一开始要提醒乡亲，普发现金1万块，伫今仔日开放线顶登记。伫拄则8点的时，政府的网站已经开放啊，对初5到初9依照身份证号码的尾数分流登记。因若上紧呢，伫有登记的人，11月11日暗时6点前就会当回去口座。财政部嘛提醒民众讲有5种领钱的方式，也毋过呢，政府绝对是袂发简讯，也是用电子批来通知，所以乡亲有收到就毋通互骗去。普发现金1万，特别入地，即摆拢总分做5种方式，互民众选择去领。直接汇款，存起来吧。好像就会自动入账啊，好事一桩啊！即摆普发现金有5种领的方式，选择登记入社民众。会为11暗6点到10日陆续入社，另外还有464万人会当有直接入社，也是到 ATM 参邮局直接领现金。另外，特定偏乡地区也当透过造册方式发放。若是选择登记入社分流的民众，初5到初9这5日会当依照身份证字号，也是居留证尾数分流登记。初10开始无限尾数号码。考虑到上一次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次把凭宽也大幅度的扩大，所以这一次我们相信这个在登记入账的这个不管预登记也好，或者是实际登录也好，我相信应该不会拥塞。因应即摆普发现金，真侪银行推出增加活动，像选择调峰入社抽1万入卡金，第一银行是抽红2点数，华南银行有机会抽手机大奖，合库是上悬抽8万入卡金。因为112年普发现金6000，某有银行逃走，提早付钱入社，外界关注即摆敢会阁发生类似状况。财经公司已经明确跟各行库各行库都讲清楚了哈，不可以抢先垫款发放，所以这一次呢，应该不会再发生同样的状况。财政部表示，避免民众防诈骗，严格所谓发展部等单位联手，组成跨机关防诈骗专案小组，24点钟即时监控假的网址。也阁表示，政府未发简讯，还是电子邮件通知领钱，是登录呼吁民众毋通防骗。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先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咱是继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气象署有针对基隆北海岸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分图。今仔日伫这方面的北部、东北部、甲东部，拢有局部短暂雨。东南部、恒春半岛也有咱山的雨水。中南部的天气是多云到好天。因若过到了后，伫山区就要设置短暂阵雨。伫温度这方面，新竹、以北、宜兰天气拢感觉较凉。规天的温度是伫20度至25度之间，其他的所在是早暗较凉，低温是21度至23度。因若就是苗栗以南、花莲、台东，高温有26度至30度。因若伫台南、高雄甲屏东的有的所在，今仔日的高温也阁有31度至32度。提醒乡亲伫关岛附近，即卖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24点钟内有可能会发展做今年第26号的风台凤凰。气象专家即马是预测讲，这粒风台的级数会是中度至强度，而且有可能会挖进咱台湾的东部。因若是坐风台行的路线，爱去观察。受到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天气较凉冷，遮方冰水气高会落雨，加上华南云雨下到位，伊直到拜四水气才会减少。另外，伫海面的热带系统持续发展，无排除会影响台湾。在鹅銮比东南东方大约3000多公里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预估今明2天可能逐渐会形成轻度台风。整个大气，不管是太平洋高压或是北边的一些系统，会导引台风未来的移动，会有很多不同的结论。所以气象署会持续观察。气象专家林德温指出 ，TD29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加上环流等咧增强。加上无共关度，风速甲风向变化无大，海面的温度嘛较悬。24点钟内形成风台的机会真大，可能加做今年第26号的风台凤凰。目前模拟的结果嘛出现会真挖近台湾东部，或者是东部外海的信号，而且到时会伫中度风台的程度以上。因为它的强度是强的，再加上它的这个行进的路径，有机会是直接对着台湾的陆地前进哈，那也使得对台湾的影响跟伤害可能会造成应该是最大的哈。
天气风险公司指出，目前医报的资料大部分拢认为 TD29 可能会一路去到离送岛附近，才会顺高压要变缘开始转弯。过程当中有机会挖进台湾，时间点可能伫后礼拜2至拜4。毋过行到倒位会转弯，活的角度有偌大等等，拢有真大变数，也要持续观察。记者综合报道。也若阁有另外一粒风台，中度风台海鸥摆岸是登陆菲律宾的中部，大风大雨，甲街仔路拢淹去，尚无有造成当地40人死亡，超过38万人撤离。另外，加勒比海的牙买加受风台梅尼莎影响，算得甲真力。另外，嘛有32个人罹难。时速150公里的透风，阁落大水雨，秀雾的街仔都一粒变作漂流河。水梯啊，车拢塌做伙，会当看出这个风台有偌大。Oh my goodness！ 民众排行李了水避难，会当行阁算好运的。阁较侪人是看到眼前做大水，受困伫厝顶等救援。当局预报海鸥风台会对南类伊泰性登陆，医生特地中部沿海和地势较低的地区，但是风雨比预期的搁较低，就连遮尔重的货柜拢伫大水内面浮浮沉沉，搁全线失电。lugar dito baha dapat baha kay kuan hitan sapa。透风甲东山啊省300栋厝拢扣甲倒去，经消紧急出动，啊居民较紧离开。但是大水来了，搁较紧，一日就失控。有的水是浸甲淹过一个人。事实上，当地伫2013年捌拄着超级强烈风台海燕，造成8万栋厝拢毁损，超过400万人无厝通住，甚至甲大拢还未完全复原。同款的困境，即嘛发生伫加勒比海的牙买加。Wish I could explain the pain. The pain, don't know. But it's just like your heart, stomach just burst. 90年来上大的飓风梅丽莎来啊，牙买加的西部风口一个差不多拢变平地。风暴离开了后，规个城市密密麻麻，互政府唔知影爱对倒来拼起。If we had stayed, we'd have died. 毋但死伤人数因为清理灾区是愈来愈侪，联合国国预估梅丽莎甲牙买加规年的 GDP 拢扣甲无去，财损免200亿美金，互中建愈来愈困难，正需要国际加大支援。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该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健保有收补充保费，薪水以外超过2万块的利息、鼓励。减值赚的所费收入，拢爱收2.1%的补充健保费。有民众为着要省这条钱，会拆单，把这条钱拆做2万块以下。也毋过卫福部今仔表示，政府明年按算要来修改健保法，改用年度累积来算，超过2万就会丰收补充保费，上紧伫民国116年要开始实施。来看《自由时报》。基隆市2023年开始有推出公益青年就业电动机车补助案，不过基隆市政府讲即马财政有较严，所以明年要甲这个政策冻点。也若这项政策2年来一直拢有争议。亲像目前基隆的电动机车数量已经超过2万台，是全国上多。也不过换电站停车价拢对袂着阵，配套不足有引起民怨。来看联合报。立法院南北党团对军公教年金改革方案停止检讨，军公教年金即马因素底下已经有共识，上紧12月份要拼3读通过。民进党团即马是批评年金改革若是行翻头路，会违反世代公平和正义。来关心地震，台中表示非洲地震，农业部下令禁运禁台。到目前为止，所有证据拢显示病毒并无传出去，所以按算伫今仔日就要来讨论，敢会当伫明仔载11月初6的中昼12点解除禁令。非洲地震防疫倒头算，国家的斟酌细致甲病毒彻底根除。全国的市场已经入来到第3轮的健康方式，相对高风险的市场和一般的市场是完成6城、6含6城拢无正常的所在，或者场环境监测、或者车监测采样拢影响。在这一段期间内，有化质异常送检的县市包含有彰化县、台南市以及屏东县。
好，那所送的这一些检体，好，目前检测结果好也都为阴性。严格防止野猪去接触到喷。台港巡查全台湾27个掩埋场无发现死亡的野猪，目前已经伫6个喷的掩埋场的附近设22台自动翕相机，其他的嘛伫测试进程完成。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讲，所有的科学证据拢显示讲非洲猪瘟病毒无传出去。暗算伫初5讨论讲，敢要伫11月初6中到12点的时阵解封。不过即马所传出有地方的肉品市场，所家己宣布讲初7开市。竞载跟禁运是依照我们动产条例的28条来做全国的一个公告一致性。那同样的，如果说今天要解封，也是由中央来做宣布，达到一致性，否则它会增加在防疫上的一个困扰。风险署长杜丽珍表示讲，敢要解封必须要等中央宣布，袂当家己宣布，会搁含地方宣导，而且通令禁止。若是顺利解封，逐工出猪量原则上袂超过3万只，超过125公斤的大型猪，已经协调冷冻工会含屠宰场，会直接送去屠宰场来屠宰，而且冷冻保存。记者综合报道。台中表示，非洲猪瘟即马有民间团体是抗议讲，台中市政府稽查喷水消毒的程序拢做甲无够认真，要求首长就爱落台负责。也若台中市府强调，一定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另外，姓陈的猪农伯仔囝因为涉嫌甲猪仔交予政府的资料拢改过，即马互检方认定涉嫌伪造文书，2个人已经奉受押禁见。几多个民间团体提票据，伫台中市政府前发抗议，批评市政府伫即届猪瘟疫情喷的处理无好，市长甲相关首长拢应该落台。其实从前端到后端，他们都严重的失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就是要他们立刻道歉下台。根据中央疫调结果，按例猪场4月叫2桶高20公斤的假数，到即马还未用完，因为猪场喷的催猪机伫今年4月就歹去，已经生鲜。猪农7月敢若传一届催猪记录，8月开始拢无传。台中市环保局说讲，5月、7月、甲10月去现场稽查拢无问题，相关稽查记录是毋是完好假做？台中市政府初时表示，已经成立专案调查小组，会对内部稽查是毋是无核实追究责任。动保处姓陈甲姓林人员5解指令，初2入去案例场消毒翕相。台中市副市长陈兆新坦别承认重大错误，会送考纪委员会处理。责成黄崇典秘书长组成府级的，有关这个稽查记录的专案调查小组，如果有涉及稽查不实，绝对不会包庇，绝对会进行惩处。台中地检署初3起按例养猪场甲主体所在带回姓陈猪农伯仔囝，台中市养猪协会姓陈姓所的书记询问了后，认为姓陈猪农伯仔囝该划这3连单，涉犯宪法伪造文书罪嫌。这是透早向台中地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其他2个人请回。认定被告陈姓父子共同涉犯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实足认为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于今日凌晨向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农业部初3公布，5车清洁队民生的喷应该敢提供按例养猪场，不过比对进出的车发现，还有提供另外一个养猪场。台中市政府表示，这拢是由按例养猪场姓陈的猪农的名义收假分量出去，后续会由检调调查清楚。按例养猪场一定初5进场采验。记者采访报道。来关心台北公司选出新的董事长，原本是有风声讲要接新董事长的是吴音玲，也毋过昨昏开董事会，尾也是由总经理张聪龙做新的董事长，也让吴音玲继续做台北的董事代表。原本外传吴音玲可能接任台北董事长，引起讨论。不过台北初时召开董事会，最后提选总经理张聪龙出任董事长，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吴音玲由原担任法人董事代表前，虽然无接任台北，同款引起在野质疑。选择吴音玲女士来担任台北董事具备上述哪些能力？那我们希望说，借重她这个对台湾农业，特别是在
当时他在推动在北农的一个员工的一个福利制度改革，他可以提供很多的建言。顶礼拜五，台北公告农业部指派吴音玲担任法定董事代表人，佮换掉任期还未到的当做李顺营，嘛引起质疑声音。也毋过拜一暗，台北佮公告农业部换另外一席法定董事代表是张聪龙，佮随生效，上尾董事会决议由张聪龙接任台北。另外，立委也关注中选会包括李进勇等6名委员，初三任期届满，行政院煞无将新名单送到立法院审查，目前只剩4位委员，恐惊予中选会停止运作。我再一次跟大院抱歉哈，因为我们考量比较多，那现在我们先向各方来征询适当的社会公正人士或是法律专业人士，能够进入到这个中选会里面来。院长，您的意思是说，这个月你会把名单送到立法院来吗？是。中选会代理主委吴永辉表示，除了需要经过委员会决议的业务之外，其他业务会伫代理期间照常处理。也毋过也讲，因为委员人数短期真歹补齐，这个月无法度召开委员会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移民署有伫称赞有中国身份的台湾人，目前已经有50个人互注销咱台湾的身份证。另外呢，阁有16个中国配偶，因是讲确定要放弃台湾的身份。中委会表示，中国人若是要伫台湾定居，依法就要放弃中国的身份。为着阻挡敌对势力的威胁，内政部持续进行户口的清查，针对有领中国的护照、身份证件，也是伫咧中国有徛户口的民众。依法注销以台湾的身份证，通用健保，目前已经注销50个人。我们都有相关的规定在办理哈。那如果查明属实的话，当然会按照规定来处理。这波注销的名单内底有3个公众人物，包括台军岛东排选手李东宪、台湾籍的老师张立泽，甲泉州台青创业园区总负责人林金城，而且伊是一个通缉犯。这种通缉犯的样态比例占得高吗？我想应该都有限哈。我们要注销人的身份哈，也要严肃的以他的证据哈事证啊，经过一定的程序。这里面当然有民众检举的，经查证属实。第二个是是政府主管机关去主动查缉到的，还有我们过去有各种的专案，像陆配要放弃原籍。这50个人因为违规伫中国徛户口，所以台湾的户口互废除。另外，还佫有16个中国配偶确定放弃台湾的身份。根据内政部顶一日发布新的规定，10月31开始，中国的人民申请伫台湾定居的时阵，除了原底爱交的失去中国户籍的证明以外，还佫要另外提供无申请、无领、已经放弃或者是注销中国护照的公证文件。你有什么资料就去查吧，按照现有的规定去查，该出击就出击，但是不要弄得风声鹤唳，好像人人自危，大家都很怕。事实上，陆配有很多是不错的，但是有一些偏激的分子伤害到台湾。我是认为不管是陆委会还是就是检调单位，应该根据他们的不当的言行做比较精准的了解那适当的处理。伫咧华社上班的中国籍配偶钱丽，顶一日毋若以中国的法律世界去检举同事甲主管，还佫开卖种业，鼓吹用武力统一台湾。虽然伊伫台湾的户口已经去互注销，毋过敢会进一步甲伊赶出境？内政部敢若讲，联审会会牵连到的机关真济，会配合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佫传出有国军互中国吸收去做间谍。这是一个从台北宪兵队洗库的中士，因为欠钱去找民间贷款，尾后互中国吸收去收乌西钱30多万，去拍反台独的影片，佫交出军中的资料。检方是依照违反国安法等罪嫌甲起诉，求刑6年以上有期徒刑。宪兵负责国家重要目标防护执行守卫任务，却传出有官兵去中共渗透，将台北宪兵队洗库的中士敢若20外岁，因为积欠债务急需要用钱，找民间贷款，无想到去中共政治单位吴良会吸收，若缴交军中的资料，佮翕反台独影片，收30万。北检正极起诉，讲辛苦查甫人因为小利反背对国家的忠诚，揪出6年以上的徒刑。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受贿罪及违反国家安全法为大陆地区泄露公务机密罪，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处有期徒刑6年以上之刑。那目前已知的共谍案件当中呢，
有将近70%都跟军方背景有关，而发展共谍的方式跟路径呢，常常是跟财务状况有关系。台北宪兵队甲北检调查发现，4个查甫人去年9月去予中国情报人员吸收，加入五龙会。这个组织要求会员反战和平，受组织领导会团资讯，若是回报的重大消息，会当按件算钱。4个查甫人10月开始家己翕影片，各翕个人编辑资料，回应对方的需求，提供电视剧连日攻击看后的心得。发表对两方局势观点，嘛承诺会提供情报资料甲协助，拢总得到30多万。这凸显中共它在渗透我国之后，通常还是会利用这个所谓黄金黑原则，就是情感或者是这金钱以及威胁利诱方法来发展它的下线。针对国军刷变国安的老旁，学者观察，中国即阵利用地下钱庄，透过借贷免刑钱来诱拐官兵交付军事机密。建议国军爱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官兵安全意识。记者采访报道。国际新闻镜头来意大利罗马一个中世纪的古迹古塔楼传出倒去的意外。施工时呢，有5个工人伫内底工作，4个人有成功走出来，也毋过有1个人掉伫内底，是12点钟后才互救出来。结果伤势伤过严重，不幸过往。消防员坐分推，当咧救援受困工人的时，塔楼摊边下壁突然佫倒去。消防员甲围观的民众赶紧离开，现场是土粉蓬蓬响。这个事件发生伫当地时间初3早起，位于罗马竞技场甲罗马广场之间的中世纪古迹空地塔楼发生倒去事件。迄当时有5名工人当咧塔内维修，其中1个人随即为用带逃生，另外3个人也会负逃生，其中1名工人伤势严重。另外有1名罗马尼亚籍工人掉伫塔楼内，因为塔楼结构继续帮增加救援的困难度，消防队用吊车将大型钢线放入2楼，为窗仔抽出装错下。救援经过12点钟，总算伫暗时顺利救出最后1名工人。也毋过1名工人因为伤势相当死亡。But as firefighters were trying to get the 5th worker out, there was another collapse. AP was already on the scene. We were live when the huge collapse happened. There was a big cloud of dust that came up. People just pulled back. The firefighters were covered in dust. And now they have brought in this extra machinery to get the last worker out. 空地塔楼伫13世纪是迄当时的教宗以诺真爵3世为家族所起的。14世纪捌因为地动受损，17世纪也发生过几摆倒去，后面出钱进行翻修计划。罗马文化资产局指出，青沙塔楼倒去毁损部分的结构。虽然官方表示开工进程的报告显示现场符合时间条件，不过罗马检方有关针对事故必须调查。公司新闻刘小芬报道。南美洲秘鲁的前总理查韦斯因为涉嫌盗空，甲国会解散，被判刑25年。伊伫今年9月份假释了后，人就走去墨西哥去寻求找政治庇护，墨西哥尾也冇答应。也若即马秘鲁的政府是真生气，认为墨西哥安尼做是真无尊重，所以伫初3时已经宣布要切断和墨西哥的邦交关系。南美洲西部国家秘鲁的政局持续混乱。顶个月，秘鲁国会以政治失灵的理由罢免总统博鲁阿尔特，佮随由国会议长赫里宣誓就职做临时总统。不过，当地居民嘛因为国家长期腐败、犯罪加经济不安全这个问题，伫今个月发生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这个月初3，秘鲁外交部长迪奇拉伫记者会中宣布甲墨西哥断交。ocasiones en que el actual y el anterior presidente de ese país han intervenido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del Perú, el gobierno peruano ha decidido en la fecha romper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con México. 迪奇拉表示，前总理查韦斯伫2022年12月参加当时的总统卡斯蒂约的解散国会计划，伫2023年6月关入监狱，互人判25年徒刑。伊伫今年9月保释了后，去墨西哥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佮得到批准。秘鲁就是安尼起一个甲墨西哥断交。虽然查韦斯否认一切指控，不过秘鲁
鲁政府认为，墨西哥的做法真无友善，嘛增加两国本来就紧张的关系。秘鲁前总统卡斯蒂约是伫上任1年外时阵，想要互国会弹劾前，就先解散国会，煞失败。卡斯蒂约是伫驾亲人去利马的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庇护时阵，去互人逮捕，搁互人控告叛乱罪甲滥权，爱面临34年的徒刑。卡斯蒂约目前还搁咧羁押，伊的家后甲子女是得到墨西哥的政治庇护了后，秘鲁政府唔再甲墨西哥驻秘鲁大使赶出境。公司新闻新闻会编译。中国有一个电商平台，因为伫网络顶悬卖红仔外形的色情红仔、囡仔外形的色情红仔，结果呢，即马是互法国警告讲，若是搁再发现即款商品，因就要禁止即个电商平台入去法国的市场。这张相片是视频平台在卖囡仔外形的大人情趣红仔，从一开始去伫网络在卖，产品的说明有明确的性暗示，红仔悬差不多80公分，手阁抱一只泰迪熊。消费者查查伫巴黎历史真久的 BHV 百货公司指控诗颖参加囡仔的性犯罪，诗颖嘛互法国当局警告。Si ces comportements sont répétés, nous serons en droit, et je le demanderai, qu'on interdise l'accès de la plateforme Chine au marché français. 虽然表示讲已经伫册日甲相关产品含度拢落架，而且全面禁止所有性红仔类的产品。这个禁令是适用伫全球的平台。虽然执行长单位表示讲，网站起的什么产品是对第三方的卖家来的，但是愿意承担责任。法国反诈欺当局指出讲，网站顶悬阁有几件情趣商品，正就是外形看起来是大人的情趣红仔，已经通报司法当局来处理，而且虽然并无采取有效的过滤措施，无去限制未成年人也是敏感族群看到这黄色的内容。有分析讲，这个歹代损害诗颖最近几年拍拼建立会当信任的形象，尤其找到因伫 BHV 的实体店就要开幕。Est-ce qu'on a le droit de pactiser quand ça s'appelle le BHV avec une entreprise qui participe à la pédocriminalité? Voilà. 卫报报道，已经流行的领袖有名的诗颖实体店拢还未开幕，已经引起政治谴责、员工的愤怒和市府的警告，因为损害着法国首都进步的形象。互一寡品牌拢走去，人数反对的有11万人以上。虽然是对中国创立的服装公司，总部是伫新加坡。虽然讲面对工厂的工作环境含俗价买会当单调的流行，造成环境负担才批评，所共款建立正大的电商业务。虽然因为网站的声明无遵守cookie的使用政策，不实广告等真侪项违规，今年已经互法国政府罚3摆，总额有1.91亿欧元。虽然嘛正式提出相关抗辩。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保守派的美国前副总统钱尼过身，伊食到84岁。伊伫1979年做美国联邦众议员的时，捌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伊也捌伫2017年来台湾访问、来台湾演讲，表达美国支持台海维持现状。继续关心喜马拉雅山的山峰最近就暴风雪，也有崩雪，造成9个人死亡，内底有5个是意大利的登山客。继续关心发生社有报讲，北韩派几若千的阿兵哥去乌克兰的战场协助洛西亚休战，去换莫斯科的金钱，还有军事技术、粮食甲能源才协助。这也造成国际上对北韩的制裁，即马是有哪无共款。根据南韩国家情报院的资料，北韩对9月份以来，也已经派出5000人去洛西亚协助洛西亚进行当地的基础建设。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政府是边境，即马在加强防止非洲猪瘟。关务署伫金门小三通的通关口是加强稽查，结果呢，发现也是有人违规，罚20万。咱最近续接查到的是烟枪，也有鱼竿这物件。小三通要登去金门的旅客排队，互随身的行李过电工，边嘛有检疫肯得到杂质，只要是影像无正常，也是高风险的旅客，都要过一摆详细调查，都是为了要查猪肉制品入境，有效来防堵非洲猪瘟。在114年迄今，我们查获了160件猪肉制品，大概在143公斤毛重左右。最近查到的拢是旅客炸肉肠、鱼竿这猪肉制品，拢奉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罚20万，个人因为是累犯，罚金是追加到30万。本来就有严格啦，也有宣导啊。至于有的人没有听宣导是怎样，这个我不知道啊。
我觉得要查严一点是对的啊。大型的货物还是以托运，所以托运的话那一块海关那一块本来就很严格。行政执行署嘛，优先加强执行非洲猪仔采罚案件。屏东有一个查甫人，伫2010年违规对越南炸猪肉藏入境，罚款20万，已经申请分期啊，阁无爱纳。结果货车奥多摆，互屏东分署强制查封，等27个月分期纳了，车才领回去。非洲猪仔疫情爆发了后，中央禁止用喷来饲猪，但是国民党立委罗志强点名全国第2大饲猪县市的屏东县，嘛是全国上大用喷来饲猪的县，全县98场的。客家率干达7%，是全国上低。台中爆发非洲猪瘟的案例，屏东县政府早在隔天的10月23日就已经启动跨局处的联合稽查，兵分5路前往98处的厨余养猪场来做稽查。对这县府回应讲，非洲猪仔爆发的过当天，屏东就启动全面的稽查。立委讲的7%的稽查率，是环境无摕到资料有时间差，已经要求因随改正，嘛请民代莫对屏东乌白泼垃圾水。记者综合报道。伊拉伫中华饲猪的数量是占全国第3多。即马伫中华，阁有33大猪条是用喷咧饲猪。地方即马有咧讨论，敢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去调查了后，结果即马有2场无愿意转型。因是表示讲，若是改用饲料，成本就会增加。中央公布台中非洲猪仔疫调结果，推测即边逼出疫情，就有可能是油喷处理出问题，才会互猪仔喂到非洲猪仔。敢要全面禁止用油喷饲猪，阁正做大家关心的议题。饲猪数量排全国第3的彰化县有33场的饲猪场用喷来饲猪，目前大部分拢愿意转型改食饲料，但是有2场想要继续用喷饲猪。像目前调查是有2场是表示他们还要继续使用厨余的，170多场是反对使用厨余，成本是第一大要件。因为家用厨余的话，它的来源比较复杂，我会建议家用厨余的部分不要再进入厨余的系统。中华县饲猪协会指出，主要是因为改用饲料成本增加，各业者是拄投资油喷的处理设备等等的原因。针对未来敢要禁止用油喷饲猪，业者有无同的意见。官府表示会继续和业者讨论，目前全力配合中央的防疫政策。产业这边对于禁养厨余的声音也是很多啦，那也有他们各自的立场。当然，我们整个环境是全国性的，也是以中央禁用厨余的政策为我们主要一个防疫的一个未来防疫的一个政策。即阵中央全力要拼找一会当恢复肉品市场交易。农业部指出，禁止油喷饲猪的政策暂时未解禁，需要确保业者有落实煮油喷、有消毒、地方有完整的检查机制等等，才有可能会开放。未来若要全面禁止用喷饲猪，嘛需要参环境部讨论喷要安怎处理，做全面的讨论甲配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非洲猪这些禁令是还未解除，所以真侪产业拢会受影响。亲像伫台南就有一间卖素心汤的老店，因为即马无猪肉，转改卖鸡肉碗粿。各有店头生意即马落2成，规气先休困，先无爱做。台南中西区一间将近1甲子历史的素心汤老店家，总是请真侪游客来遮食这味。不过，这阵店家外面挂红布条，宣布要改卖鸡肉碗粿，因为非洲猪瘟疫情影响，禁令有15天，店家甲猪肉换做鸡肉来做代替。日前已经试卖4天，民众反应真好，初5正式开卖。因为鸡肉是可以的，因为小朋友比较喜欢吃鸡肉。因为吃太久。猪肉的碗粿其实也可以尝尝看，鸡肉的应该蛮好吃，蛮值得体验的。然后做一做试一试，好像也蛮好吃的，所以就给它推出来的猪瘟限定。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没办法取代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推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才能让人家客人会进来。同款受到非洲猪瘟禁令影响，有人为着坚持品质，唔肯用冷冻猪肉，甘愿暂时停卖招牌菜，只好改卖鱿鱼套餐。业绩嘛是落2成，后来有业者归去出国佚佗，但禁令解除，才要转来继续营业。另外，伫溪北地区嘛有店家配合防疫，因为实在买袂到猪肉，杀防疫菜单专门改用鸡肉、鸭肉来做料理。这几天呢，就是禁运进载到11月7号嘛，所以我是安排到11月8号才回来。然后
我要去泰国去旅游，就顺便去放个长假，放松心情这样子。我们有推出这个鸡肉丝凉拌这个凉面哈，还有皮蛋香菜皮蛋凉面哈。重点是这个鸭肉汤，原本有排骨，现在没有了，全部改这个药炖鸭肉。真侪业者观察这波猪仔公，确实消费者对猪肉心惊惊，较无信心，难免业绩较歹，大家拢希望疫情赶紧过去，回归正常生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苗栗最近常常传出有人伫较偏僻的所在，在空地啊投弹粪扫，佮放火烧粪扫。即马环保局甲警方已经咧追查，也佮有伫中华毛发生乌白倒粪扫的代志。9点钟来就有人就有3件，每样呢拢互监视器去翕到啊，所以后续会依法来动发。粪扫堆导火，透风口过来一直呛浓烟。苗栗县万里镇的第5公墓，10月底互人倒35栋的营建燃废弃物，才一早起发生火灾。消防队甲拍火了后，迄天的下晡，佫一摆传出火灾。消防队怀疑讲是有人偷倒粪扫，故意放火。税务局抓到。现场除了营建废弃物，搁含大量的生活粪扫。万里镇和通霄镇最近4天以来，连续传出3件偷烧粪扫的案件，拢是伫个无啥物人会去的所在。苗栗县环保局讲会含检方继续追查，乌白蛋的会照废清法移送检方，偷烧的会照空污法来开发。环保局将据以访查各自所载人员，或请警方协助进行侦讯、制作笔录后，再综合判断厘清实际行为人。露天燃烧依空污法规定，可裁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中华嘛有人乌白蛋粪扫，10月30暗时6点半左右，一台车停伫鹿港镇杨仔厝溪报花边，扫落来就甲大包粪扫弹入去河路内面。另外，佫有2个人嘛探头早驶车到同一个地点，甲规车粪扫弹入去河内面，佫连续偷倒2摆，过程拢互监视器翕到。附近的民众嘛真困扰。但的粪扫内底就是拢一寡免洗碗筷啦，一寡一般就是人咧。夜市啊，这种的物件，废弃，敢若事业废弃物这种的。第一起的话，一般100米立方以下，我们会依照废清法1200到6000进行裁罚。那第2、3起的话，它的一综合规划，它们体积应该在1米立方到2立方之间，也有可能到接近3立方，27500起跳。中华县政府讲，这个所在移动式的监视器10月30才拄装尔，随着翕到3件乌白蛋粪扫的案件，会用车来将人通知到案。乌白蛋的废弃物一立方公尺以下，会当照废清法裁罚1200到6000，超过一立方公尺，照水利法开罚27500到500万，若是累犯，就是25万起跳。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有一间补习班，即马互家长指控讲，因推出一本的游学团，费用要10万，讲呢学费大的交通拢包在内。结果呢，囡仔去到日本了后，才发现讲毋是安尼，真侪钱拢爱家己出，而且签的合约嘛含苏东时讲的拢无共。因为补习班是回应讲，因一切合法，屏东县府已经介入调查。东京内一个顶下铺的眠床边仔就无啥物空间啊！国中3年细黄的学生讲，开要10万块报名，屏东市一间日语补习班的校热游学，结果落飞行机了后，车钱门票煞爱家己出，连大个宿舍拢对套房变成雅房，高足细间，引起参加的学生家长不满。我们都以为是费用都已经包含在内，结果还要再自己掏钱出来。他给我们看的照片是套房，就是3个人那个套房有包含卫浴、还有厨房跟房间。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它是有点像大通铺那种上下铺。我们到那边的时候才发现，没有游览车，也没有导游。他跟我们签的是留学契约，那到那边他等于说他只有代办，其他的游览车这些其实。都是没有的，我们到那边是才发现没有这些东西。补习班推出的游学团安排7月初8到8月初3，再去上日本语言学校，下晡旅游，费用97000块。规个团有14个人，其中6个未成年。姓王的家长批评，这间补习班宣传介绍拢讲游学，按照法律爱签游学契约，结果补习班摕留学契约互因签，后来才发现无共。补习班头家表示，因一切拢合法，照正常流程作业，其他拢交由法律处理。那处长这边有掌握如何救济吗？这些消费者？1、2楼是登记到补习班，
但是它的3楼是它的樱花外语文化公司，所以基本上这是跟体制不符，跟它可以拥有的权利不一样。县府教育处表示，和双方查证了后，发现签订契约的对象不是补习班，若补习班业务与立案内容无符合，查到会依法处理。教育处嘛提醒民众，伫要签合约的时阵，爱甲契约的内容看清楚。目前这个案，消保官初7会阁召开调解委员会。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关心交通部，即马推出智慧人换驾照的新制度，是要求70岁以上的时代爱强制换驾照，而且要换进前，阁要先通过健康检查，完成教育课程。也若为着要鼓励时代主动甲驾照交等于互政府，该去坐大众运输，公路局嘛按算逐个月要提供一个人1500块的补助，上长这条钱会当领2年。71岁的新闻亭唱歌唱起来，歌就有力的，不过若讲到赛车，就需要考验看卖呀。沈大哥，等等。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115年起，驾照换照年龄下修至70岁哦。为着要降低高龄驾照交通意外发生率，交通部推动高龄换照的新政策。不过也强调，不是要禁止时代赛车，嘛不是讲驾照爱停考。交通部强制要求，70岁以上的时代换驾照，就要通过病院的健康检查，而且也要完成安全教育课程。明年5月1号上路之后，大概70岁以上到74岁，大概有110万人次。这个届满75岁的部分，大概有18.8万这一个人次，所以大概明年的部分大概是有128万。另外，为着要鼓励70岁以上的时代主动把驾照交出去，改坐大众运输，公路局特当业拨2.5亿的经费，予长辈使用 T-Pass 的优惠方案。我们现在驾照找回的话，我们有这个 T-Pass 的这个优惠的这个方案。其实乡下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几乎每一个乡下的乡镇市，它都会有幸福巴士跟幸福小黄的设置。针对时代的议题，红道老人基金会也做一份调查，发现伫咧社群顶面时代常常互人打负面的标签，亲像高龄驾驶、无照等等。基金会希望鼓励民众甲高龄驾驶改讲是高龄交通安全，甲老人问题概念做老人议题。事件当中，去特别凸显高龄者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当我们又用了“幼”的这个字词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对于高龄驾驶贴上了一个标签。基金会希望会当鼓励民众换这种讲法，用友善的方式来对待时代，嘛进一步改变社会对老化的负面态度。记者陈亚轩、王志光台北报道。在违法修法了后，南投县政府会增加8多亿的税款。县府是按算对明年开始，要利用这条钱来替县内65岁以上的时代来纳健保费。也毋过呢，即马有议员发现讲，这条钱煞无编伫预算书内底，就惊讲会变做白拉票。也若县长柯淑华是强调，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来送机会心机。伫病院柜台挂号的，要互医生看的，大部分拢是老大人。南投县的老人人口真侪，县长柯淑华几若摆咧公开场合表示，在违法修法了后，县府会增加大约144亿的通筹分配税款，而且县府的负债已经清啊，所以县府打算摕增加的分配税款，补助县内65岁以上时代的健保费。不过有议员发现，这条钱煞无编伫明年度的预算。是一种最好的迄个福利政策哦，希望有一系列的一个宣导，能够利用提升老人家的体能啊、身心状况啊。父母部分吼，政府来补助，安尼上好。小朋友部分嘛，当讲会当补助人家国中、高中更加好。预算内底无看到编到这条补助，经过我甲县长质询的时阵。县长已经有承诺，要伫明年开始要实施。南投县政府表示，县内65岁以上的时代有106000多人，扣掉资本就补助健保费的弱势族群，也阁需要8亿8000多万的经费。县长表示，等待中央通筹分配税款，甲一般性补助款的金额拢确定了后，县府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送议会审议，这项福利袂跳票。
新的财政的中心的分配，会当互咱县政府增加一寡预算吼。但是咧，目前也唔知会当增加偌济。不过，我嘛希望讲无负债了后，我就先来推动着明年，互咱65岁起的4大人，因的健保费用咧，就由县政府来负担，原住民的部分都是55岁。南投县府表示，等待明年这预算拢确定了后，也会全面性来检讨，看会当对生育补助。育児津贴也是其他的社会福利来做，照顾到所有的县民。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万盛喜补贴器在去年的时是110大县内底的第8名，而且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也若根据统计，内底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是占60%。为着要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健保署对明年开始嘛要调悬照护费用，所以有呼吁民众，若是有相关的镜头，就要量早去医生看。一个67岁的人有带肺部慢性发炎、地输贴起的镜头，了日仔因为胸腔恶化挂急诊，想袂到出院无到1礼拜，伫路边因为胸坎窒窒，喘气真串转昏去，送去病院，了后发现是因为肺贴起合并心脏衰竭，加在紧急治疗，命才捡回来。我们 COPD 恶化的时候，有时是用病毒，好，然后其他原因恶化，好，然后那些激素也会跟心脏出问题的时候的，好，它的激素是有重叠的，所以这是一个共病的现象。根据卫福部2024年的统计，慢性的呼吸道的疾病排伫咱国民众10大死因的第8个，死亡人数超过6000人。慢性肺部贴起就算伫这类内底，简称 COPD。目前国内上新有关照护慢性肺部贴起的患者的调查嘛出来，国内15间病院拢总1240个 COPD 的患者内底，上时有心血管疾病超过60%，英国捌有急性恶化情形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是牙关4.6倍。所以健保署宣布，为明年开始会调悬 COPD 照护的费用甲奖励点数。明年的1月1号，我们在所谓 COPD 论值计筹方案预计确定会实施，是大约挹注2500万。健保署统计，目前治疗 COPD 的患者差不多有30万人，治疗下久的有60万人，加起来得要100万人，拢是 COPD 高风险的族群。另外，呼吁民众，若是有长期咳嗽、喘气有困难等等的症状，都要量早去予医生检查。嘛建议爱解分，避免相关的镜头一个手做伙举起来，来降低重症甲死亡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帮助伫工课场受伤、受职业灾害劳工会当重新登记做事，劳动部有和38间医疗院所合作，提供免费的复健，而且复健阁有津贴通领。骨盆规个离位，肋骨嘛，长啊8支啊9支。这位陈先生会伤甲这么重，拢是因为发生职业灾害，伊的工课真危险，做第4台流线的工课，不管是透风落雨，拢需要爬悬爬低。2当前无细力对电火条啊顶悬摔落来，加在通报了后，政府资源随介入，劳动部要提供免钱的复健服务和津贴，帮助伊顺利恢复健康，回去职场。我原本唔知影讲。劳动部这边有这款较好的算服务吗？互阮会当把身体完全康复。可能遇到职灾的状况会很无力的劳工或者是家属，不管是在资源面或者是在法律的权益的协助面，我们都希望能够给予大家能够最大的帮助。这届劳动部嘛，甲陈先生的故事拍做纪录片，希望会当互劳工朋友了解发生职业伤害，唔那是干那会当找雇主，政府嘛会当提供相关的服务。只要去劳动部的职灾通报系统登记，劳动部就会当随进行协助。38家的职能复健专责医院，那里面有专业的医师跟治疗师，那还有心理师，都不用费用。劳动部表示，目前全台拢总有38间的病院有提供免钱的复健服务，复健期间每届拢会当领570块的津贴。劳动部也讲，有当时无一定是重大的伤害，亲像做面包的师傅，伊做久啊手也会酸痛，会无力，这也算是职业灾害一种。这嘛会当向劳动部来通报，运用政府的服务资源，互政府照顾劳工的健康。记者陈亚轩、王志光台北报道。
高雄有一间高中，家拄做好的球场用较低价销说服别人用，所以呢民众要去拍球颠倒会封管。也若教育局即马表示，学校要甲场地做互别人，照规定拢爱通报，结果却无人知，所以会去追究责任。学生囡仔按照老师的口令练习拿球的运球动作。高雄市这间高中的风雨球场，今年4月才拄完工，不过却传出学校甲人签约，对8月初1起，甲5大拿球场用12万租人1年半。有民众要入去拍球所封管，落尾去甲议员订正，才可代志别空。议员讲要租互人遮尔久，照规定要报请教育局核准，不过教育局说无人知影这件代志实在不合理。本来学校可以收将近快要300-400万的这个收入。学校不收，只收12万，然后上面还指定说一般民众不可以使用，只有承租这个单位的会员才能够使用，变相图利某团体，这样可以吗？学校毕竟也是一个公共场合啊，就觉得说如果出租太久的话，会影响到一些学生他们或者是附近居民要运动的那个权利。照规定收1笔租金，校方会当用来建设学校。议员认为，敢若租人12万已经影响到学生的权益，要求教育局要严查严办。教育局表示，9月2日已经停止契约，要求学校要重新建立使用制度。同时，政风处冇启动调查，厘清这内底是毋是有无下规定的代志。那政风调查部分，目前已经去约谈学校的相关人员，以及我们局内的科室哈。那接下来呢，要去约谈这个业者，要去针对一些部分来去厘清哈。议员强调，9月初到已经2个月啊，爱教育局提升调查的效率。教育局表示，政风处已经组成专案小组，伫咧厘清契约的合法性甲相关人员的责任了后，会照规定追究相关责任。记者郭家祖、张高雄场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大埃及博物馆伫昨昏开放，予一般的民众会当入去参观，而且佮头一届展出1922年出土的古文物。图坦卡门法老的金名卡电火一石了光死死，伊是上有名、保存上完整、确定归属法老本人的王室状名卡，互人认为是古埃及葬礼艺术的巅峰甲上顶。在伫个博物馆大厅中，有3200年历史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重38吨。本来在伫个开罗市中心拉美西斯火车站的矿场，即马变做镇馆之宝。经过20几年的等待，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The most thing attracted me, it was Tutankhamun's tomb. It was amazing, especially the mask. I want to see Tutankhamun. This is my second day in Egypt, so I want to see everything. 虽然之前博物馆有部分的区域就已经对外开放，不过1922年出土的有名的法老图坦卡门陵墓的珍宝是第一遍开放，也是规座博物馆的核心展区，面积7500平方公尺，展出超过5000件图坦卡门陵墓的珍宝文物、王座、战车、棺材、亮画甲珠宝。公司新闻吴文玲编写。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是2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有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是20度，上悬29度。外岛17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